當年葡萄牙嘅商船靠岸咗澳門，唔單止帶嚟咗貿易，仲等葡撻嘅配方喺度深深咁扎根。而家呢個澳門嘅非遺點心早就收埋喺老城區嘅茶餐廳入邊啦。喺啱出爐嘅新鮮滾熱辣入邊，一半係葡式嘅酥皮嘅傳統，一半係澳門嘅煙火氣。澳門葡撻之所以迷人，關鍵就喺呢個中西融合嘅道入邊。酥皮係葡國手藝嘅靈魂，蛋餡係本地生活嘅溫暖。朝早配杯咖啡，食碟熱撻，或者裝喺個盒入邊當成手信，呢個味道咪叫做澳門本味咯。做地道嘅酥皮，耐心係最緊要㗎。麵粉混埋啲鹽，放喺個砧板上邊，慢慢加啲冰水搓成麵水，再落啲軟化咗嘅黃油搓成麵團，冚住個保鮮膜放雪櫃冷藏半個鐘，唞一唞，再搓成長方形嘅薄片，包埋啲黃油，然後將麵皮扯一扯，壓一壓，反覆再壓多幾下，再搓成長片，跟住咧將左右兩邊對接，再對接一個4摺就搞掂啦。再重複多一次嘅步驟，繼續壓下啲麵皮，2個4摺就 OK 啦。包住保鮮膜放雪櫃入邊凍10分鐘，拎出嚟再做最後一次趕製，用圓形嘅模具壓住酥皮，逐個貼實蛋撻膜，稍微整高一啲，等蛋撻皮啱啱好高過模具。搞掂晒之後，一定要再冷藏多15分鐘去定型。呢一步就係等啲酥皮唔會塌嘅關鍵。啲蛋撻汁要滑捋捋，細節就千祈唔好馬虎啦。牛奶加淡奶油、糖，再加蛋黃、煉乳同埋少少嘅香草精，輕輕咁樣攪拌，過篩一次濾走啲雜質，啲蛋液先會滑到好似啱啱剝咗殼嘅雞蛋咁㗎。跟住將啲蛋液分去撻皮入邊，倒到8成滿就 OK 啦。烤係葡撻蛻變嘅魔法，高溫入邊撻面慢慢倒上琥珀色，焦斑就好似澳門黃昏嘅霞光咁樣。出爐嘅瞬間，琥珀色嘅葡撻香氣四溢，外酥內嫩，呢個就係澳門嘅性格。從葡萄牙古方到澳門餅店嘅巧思，葡撻總係變同唔變之間揾到平衡。你睇個焦糖斑斑嘅撻面，唔似澳門曲折嘅海岸線咩？400年嘅東西交融，400年嘅人間煙火，全部都收埋喺呢個酥香嫩滑嘅撻入邊，變咗我哋共有嘅澳門回憶。